继续来看台南区农业改良场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停办2年的瓜果食农嘉年华活动，明仔载拜六要扩大来举办。台南区农业改良场要伫咧5月初6举办瓜果嘉年华活动，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2年，所以今年是扩大举办，嘛配合食农教育的活动，要让全国民众来这佚佗体验。疫情的关系，好，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盛大的、隆重的召开哈。业者展示真侪种新品种，亲像金可可甜瓜、金泰隆西瓜，佮果水版的西瓜，这拢是今年上新研发的产品。亲像果水版的西瓜，伊重量真轻，口感食起来嘛袂伤甜，会当放伫冰箱内底冰3礼拜左右。另一个特点是它的种子非常的小，比芝麻稍微大一些而已，所以可以不用吐籽就直接吃。来当了解到真侪菜色果子的品种，可以当体验早馆游戏，欢迎大家来这佚佗行道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